太爺爺，孫女今天都要訂婚了，到時候你可千萬不要為難少杰啊，畢竟他剛博士畢業找到工作。放心吧，太爺爺也不會跟他要什麼彩禮。不過結婚以後，他要是敢對你不好，媽個巴子，我就把他腦袋給他擰下來。太爺爺，你這暴脾氣什麼時候才能改改呀？少杰，你回来了。他是冰月，其實今天是我和九州集團千金，也就是明珠的訂婚宴。我們在一起這麼久了，明珠想邀請你參加一下。少杰，你什麼意思啊？今天不是我們訂婚嗎？你不要我了？什麼意思？你還不明白嗎？傅少现在是我李家的赘婿，本小姐屈尊來到你這个贫民窟，只是想讓你這個破爛貨知趣一點。你們這對狗男女啊，竟敢上門欺負我孫女啊！老子今天弄死你這负心漢，让狐狸精！你说，来人！老东西，你敢打我！少杰，我希望你跟这一家窮鬼做一個徹底的了斷。你媽了個巴子，有本事你弄死老子，不然老子讓你百倍奉還！少杰，你快放開我太爺爺！他雖然脾氣大，但是所有的養老錢全用來供你讀博了。張冰雨，你知道嗎？你作為一個普通女人來說已經很好了，但是對於如今的我而言，你是一點都沒有用。還有，早已經受夠了伺候你這個老東西！不要！李醫生，我太爺爺他沒事吧？老爺子沒什麼事兒，剛才拍了片子，你給我去拿一下。嗯。当真是朝无青絲暮成雪。转眼又是年過去了，這次崩出記憶，入世化凡，冬修成金丹，長生不老。沒想到這一次入世修行，竟還有個曾孫女一直陪着我。這女娃生於冬至。嘿，以後就叫冰雨吧。丫頭，叫太爺爺，你聽聽。太爺爺，別放心，孫女以後一定會好好工作，早日讓你過上好日子的。好好。敢欺辱我孫女，找死！帥哥，你誰啊？你有沒有看到我太爺爺剛才就在這個病床上？哎呀，你個死丫頭，什麼帥哥呀，沒大沒小的，老子是你太爺爺啊！麻煩你看你這副尊容，我承認是挺帥的，但是想占我便宜門都沒。你要是我太爺爺，我還是你太奶奶呢我！哎呀，傻丫頭啊！你太爺爺我返老還童了，你認不出來，當然是很正常了。你真當我傻呀？你怎麼證明你是我太爺爺？你太爺爺我記得，
你10岁的時候放學回家，又怕被壞人跟蹤，你呀就在樓道裡學狗叫，一邊狗叫一邊回家。還有，你13歲的時候調皮，給家裡的雞下瀉藥，你爸當時殺雞吃，結果在澡堂當眾爆了3天爆，這事你都忘了？要不是你太爺爺我攔着，早就被你爸打死了。還有，你15歲，好，停，別說了，外面人多，小聲點，別被聽到了。不過你這麼年輕，真是我太爺爺？不會是吃錯什麼藥了吧？哎呀，不信你看，這照片是不是你爺爺和我的合照？我說，這好像還真是太爺爺呀。不過這麼神奇吗？一下年輕了幾十歲。瑶瑶，我太爺爺返老还童這事兒，你可千萬別傳出去啊！我怕傳開了，我太爺被別人抓出去做實驗呢。你放心，我嘴最嚴了，保證守口如瓶。不過太爺爺年輕的时候倒是個十里八鄉的帥後生。瑶瑶，你別犯花痴了行不？這可是我太爺爺呀。那你還缺太奶奶呢？哎呀，瑶瑶，我拿你当闺蜜，你咋還想当我太奶了？太爺爺，你別聽他瞎說。哦，對了，剛才醫生說你腹部有一個腎結石，咱們等一下還是趕緊去檢查一下吧。什麼腎結石啊，大驚小怪，這分明是你太爺爺的金丹。金丹？冰雨，你太爺爺這是在這修仙呢。哎呀，太爺爺，什麼煉丹修仙，現在要講究科學，咱們還是要去做一下手術的。做什麼手術？我現在要去找傅少杰那個负心漢，我拿他開刀。就是，說起來，傅少杰還真夠狼心狗肺的。之前拿太爺爺跟你的錢出去賭的博，結果轉頭就攀上李家的高枝了。那我還聽說，那個李明珠掌管的九州集團，現在又傍上了大財閥顧家，最近正忙着在凌霄酒店辦訂婚宴。媽了個巴子！這個白眼狼還敢攀高枝，老夫定取他的項上人頭！太爺，快放下！現在是法治社會，要遵紀守法。那乖孫女兒，你打算怎麼報仇啊？那小子不僅始亂終棄，還差點把我打死呢。我要發抖音曝光他，發朋友圈揭發他，畫個圈圈詛咒他。你是在報仇嗎？真是怎麼出了你這個怂包哦！哎呀，太爺爺，人家家大業大的，咱們肯定是鬥不過，還是趕緊跑吧。走，太爺爺帶你去報仇。太爺爺，你待会儿可得冷靜啊，千万不要動手。傻丫頭，你切这麼辦，等過去黄花菜都涼了。天地無極，視情如風，去！這好像失控了。我去，一輛電驢，什麼檔次也敢超我的車？撞過去！太爺，你沒事吧？对不起啊，這位先生，我剛才車不小心突然失控了，還請您見諒，我們一定會賠償您的。賠償？也配？就你們這兩個窮鬼，8輩子也賠不起！你他媽了個巴子！當我路你還有理了是吧？小屁孩毛長齊了嗎？就這麼狂？王八蛋，你敢打我？你怎麼？你什麼你啊？爺爺，我教你做人，不想死就給我滾！太爺爺，你完了，賠償免坐牢了。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老子是顧家大少爺顧雲深。顧家？就是給九州集團投資的顧家？怎麼，知道怕了？你們還愣是幹什麼？把他的手給我廢了！好一個顧家人，
讓你擋我路，我讓你給九州集團投資，我讓你和那個負心漢欺負我孫女兒。哎，什麼負心漢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。啊，太醫，快住手！要是得罪了顧家，我們就徹底完蛋了。小子，你敢打我？我爺爺顧占庭乃是雲城數一數二的武道高手，我們死定了。顧占庭，張先生，請您收我為徒。张先生，請您收我為徒。張先生，請您收我為徒吧。張先生，請您收我為徒吧。哎呀，吵死了！他媽的，去，給我送後院劈柴去。是。多謝張先生大恩，小六子日後當以湧泉相報。現在知道怕了，可惜晚了。小六子怎麼教出你這種混賬東西？老子現在要去凌霄酒店找負心漢算賬，沒工夫在這和你對付。小子，你到底是誰？一定讓我爺爺廢了你，打斷你身上的每層骨頭！給我記住，我叫張北玄，有本事讓你爺爺不回來見我，就怕他不敢。走。對不起啊，顧少，我太爺爺脾氣比較暴躁，年紀大了愛開玩笑，您千萬別跟他一般見識。哎，你個死丫頭怎麼長別人志氣啊？就他爺爺來了也得給你跪下行禮。走，你們給我等着！你們怎麼才來呀？裡面那對狗男女的訂婚宴都開始了。哎呀，瑤瑤，你是不知道，剛才路上我不小心撞了顧家大少爺的車，我太爺爺還把人家顧少給打了。顧少是那個顧氏集團的顧雲深？是啊，這下算徹底完了。負心漢的仇還沒報呢，又招惹了顧家。太爺爺，我們還是趕緊跑路吧。哎，跑什麼跑啊！他媽了個巴子！那顧占庭當年就是一個給我劈柴燒水的，他敢動你一下，他試試。老爺子，你果真認識顧占庭？當然認識啊！當年我手下一個打雜的，沒想到現在做出點小生意，在這嘚瑟。冰雨，你這太爺爺果然非平凡人啊！太爺爺，您老就別吹牛了。這些年你也就跟隔壁的王大爺挺熟，咋可能認識顧占庭這種大人物？少廢話，跟我進去弄死那個負心漢！張先生，60年了，小六子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和你相见那一天。爺爺，爺爺，你可要為我做主啊！你孫子差點被人打死了。雲深，你這是怎麼了？誰把你打成這樣？爺爺，那小子撞了我的車，還把我打成這樣。什麼？簡直是豈有此理！爺爺一定會給你報仇雪恨。王道，雲深，你平日裡身手不錯，還帶有保鏢和兵王相護，你招惹的到底是何方神聖？那小子好像叫什麼張北玄。哎，對了，爺爺，他還說他認識您，好像管您叫什麼小六子，他還口出狂言，讓您去給他磕頭呢，爺爺。張北玄。你是說他叫張北玄？六子，我要去雲遊四方了。這本秘籍你拿着，好生學習。記住，日後練成一身本事，要是敢禍亂一方，老子扒了個屁！小六子謹記先生教誨，莫不敢忘。是不是照片上這個人？哎，對，爺爺。就是他！等您抓住他，我一定打斷他的腿。還有那個小婊子，我一定玩死他！混賬東西！你竟然敢對張先生出言不遜！張先生，60年了，您只是云游回來了，小六子終於有機會報答您的教誨。爺爺，你這是幹什麼呀？那小子看起來才20多歲，怎麼可能認識爺爺您呢？你個混賬！張先生豈非凡人，長
止不了的并非难事。畜生！你平时肥养保护也就算了，现在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你如果惹得张先生发怒，你爷爷我就是把头磕破磕烂了，我们顾家也会灰飞烟灭。爷爷，您说的那个张北玄真有那么大背景吗？住口！张北玄岂是你能叫的？记住，张先生一句话，可以让我顾家一步登天，也可以下地狱。去，赶紧带上我顾家的全部股权和资产，跟我去找张先生。你能不能活下来，就看天意了。恭喜李小姐和傅先生喜结连理，九州集团更是得到顾家的投资，真可谓是双喜临门啊！既然大家都知道了，那我就借此机会正式宣布一下，少杰即将晋升为九州集团的总经理，全权接管和顾氏的所有合作。那我们敬傅经理一杯，步步高升，祝傅经理和李小姐永结同心。来，干杯！站住！有请帖们就往里闯！知道今天是谁的订婚宴吗？那可是九州集团的千金。告诉你们，顾家的车队马上就要到，如果冲撞了顾少，你们只有死路一条，赶紧滚！他妈了个巴子！太爷，你先别冲动，咱们不如找个后门绕进去，或者扮成服务员，咱们混进去。云雨，我想办法联系一下酒店的经理，你们在这儿等我，千万别冲动。傻丫头，别瞎琢磨了。太爷爷，我有办法。真的？太爷爷你……这不就解决了？完了，这下彻底闹大了。加上之前打了顾少，太爷爷，你这最起码10年起步，而我作为帮凶，也最起码3年起步啊！什么10年8年的？我看他们谁能管我？跟我走。明珠。顾少应该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出去迎接一下。好，诸位，顾家的顾少很快就要亲临宴会，大家等会热烈欢迎一下。哎，太爷，咱们不然先避其锋芒，等宴会结束之后，咱们再去偷袭他们。你让老子避他锋芒啊！傅少杰，你老子滚出来受死！傅少杰，你爷爷滚出来受死！张冰雨，哼，没想到这小贱人还真敢来呀！太爷爷，你疯了！这么多人一定会把我们打死的，你千万不要动手啊！行，那太爷爷不动手了。那就好。乖孙女儿，现在该你动手，自己手，要自己抱的才痛快。太爷，我可是你亲孙女啊！你忍心让我去送死吗？放心吧，今天有你太爷爷在，没人敢动你一根手指头。但是丫头，有些事要学会自己去面对。傅经理，这姑娘不是经常给您送饭的保姆吗？这今天是来蹭饭的吗？没错，这个小贱人就是我家少杰的保姆。不知道今天发了什麼瘋，竟然敢跑來我訂婚宴鬧事。保姆，傅少杰，這3年來，你和別人都說我是保姆。我說的有錯嗎？你每天除了能幹保姆的工作，你還能幹什麼？和家裡邊那個老東西一樣，都是廢物，真是一點用都沒有。我沒用？那請問傅經理，這3年來是誰放棄讀博的名額賺錢供你去讀書？又是誰發誓要娶我，照顧太爺爺一輩子？你說呀！什麼？難道是傅經理始亂終棄，攀附豪門，辜負了這姑娘？張明宇，我當你提這些陳芝麻爛谷子的事情做什麼呢？原來是想要錢啊！行，你想要多少，我可以給你。我現在有的是錢。一個臭保姆，還自稱是少杰的女朋友的訛起，
抽風了吧你？是，我是穷，但是我不会撒谎。你我之间早该划清界限。这3年来，这个玉佩是你送我唯一的礼物，现在我不要了。但是我太爷爷资助你读博的費用，你必須還給他，向他道歉。我說你個臭保姆，還說你不是來要錢的。這地攤貨的玉佩怎麼可能是少傑送給你的？真是可笑。就是，這保姆怕是得了妄想症，以為自己是童話裡的灰姑娘呢。張冰雨，你看看你現在窮酸的模樣。哎，你知道嗎？這3年，我每次看到你省吃儉用的低賤模樣，都覺得令我做。原來和我在一起是你的恥辱啊！沒錯，我傅少傑注定身當為人傑，而你低賤的身份是永遠配不上的。要怪的話，就怪你們家那個老東西是個廢物，沒有讓你成為千金小姐。不許你這樣說我太爺爺，你永遠都比不上他。行了，張冰雨，你不就是想要錢嗎？可以啊，你讓你們家那個老東西滾過來，給我磕2顆小頭，我就可以賠錢。我這一高興啊，興許還能賞賜他一碗喜飯吃。混蛋！你小賤人，敢在我訂婚宴上鬧事！來人，給我打出去！不是我，張冰雨，我看你是誠心想在我的訂婚宴上鬧事是吧？行啊，那就別怪我對你不客氣。來人，把這2個鬧事的家伙給我抓出去！等我閃開，快！爺爺，如果他真的是張先生，那他現在肯定帶着孫女去凌霄酒店找人算賬呢。究竟是誰不怕死，竟敢得罪張先生？爺爺，可能正是我們投資的九州集團，他們的千金大小姐正在凌霄酒店舉辦訂婚宴。我本來是要去參加典禮的。什麼？你這是要氣死我呀！什麼狗屁九州集團？你現在立刻安排人去銷毀九州集團的所有合作。是，爺爺，我馬上辦。快點！3分鐘我們趕不到，所有人都得死。太爺爺，他們今天人這麼多，我們肯定會被打死的。怕什麼？拿出你剛才打人的氣勢！咱張家人一生行事，何須向他人低眉啊？公才剛一怕定規，我手無寸鐵，怎麼可能打得過啊？這個好辦，太爺爺給你準備了法器。此乃太爺爺親自寫的五雷符，此五雷符上掌天雷，下掌奸邪，專門劈死這群狗仗人勢的東西。拿着。太爺爺，你演戲演得像一點呀！這分明就是你剛拿的衛生紙，怎麼可能是五雷符呢？張冰雨，你找來的這個小白臉，怕不是個傻子吧？啊，什麼五雷符？哦，也對，恐怕也只有你們這種窮鬼才信什麼天地報應，什麼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簡直就是可笑。小賤人，可以啊，沒看出來你還挺放蕩的，剛被少傑甩了，轉身就勾搭上別人了。不過可惜窮鬼只能找窮鬼，然後再生個窮鬼小子，一輩子就只能受人欺負了。不許你們侮辱我太爺爺！今日我不管他是誰，都得把命給我留在這兒。我上。太爺爺，看來我們今天真要去找太奶了。傻丫頭，拿五雷符跟我念：天圓地方，律令九章。算了，死馬當活馬醫吧。天圓地方，律令九章。無盡口令，五雷天降。天雷，難道這有什麼五雷符啊？虛張聲勢，不過碰巧就是打個雷而已，幹什麼接着打啊？
胡說八道！什么五雷符？这分明就是这些保镖的电棍出了故障了，因为漏电吧？我说呢，太爷爷，你怎么可能有道法？咱们还是赶紧跑吧！站住！怎么想走？可没那么容易。傅少杰，咱们之前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，你放我和太爷爷走吧。张斌宇，你还敢跟我提那个老不死，是吧？当初你听他的话，说什么婚前不能同房，还让我走什么狗屁正道。哦，对了，你恐怕还不知道吧？为此，我给他偷偷的下了3次，但可惜了，那个老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不死，还真是个老不死的。傅少杰，你给太爷买的补品竟然是不要，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那又如何？少杰现在是九州集团的总经理，更受顾家支持，弄死一些杂碎，根本不是事儿。冰雨，你看到了，这就是权势，这就是家族，而你只有一个破房子和一个老东西。你他妈胖子！外孙女退后！现在该太爷爷找他们算账。你们之所以肆无忌惮的欺负，是不是觉得伤害他没什么后果呀？行，我今天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追悔莫及。太爷爷，没想到一把年纪了还要和小年轻动手，罢了，就当活动活动筋骨。小子，我看你真是活腻了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的背后可是有顾家做靠山的。我想要把你们弄死的话，在场的任何一个人，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。快来，立刻马上把枪给我拿过来，我要把他活活的给打死。我看谁敢！张先生，完了，太爷爷，是顾家来算账了。放心吧，他们不敢。看太爷爷一会儿怎么收拾这个兔崽子。太爷爷，我求求你了，别作死了，孙女我还想多活2年呢。顾老爷子，真是没想到您竟然亲临我和明珠的定亲宴，实在有失远迎啊。听闻顾爷爷喜欢青花瓷，上次在汇丰楼，我特意拍下了这件皇家珍品，还望您老喜欢。顾老爷子，还请您见谅，这一次是我们的疏忽，让这2只低贱的老鼠闖入了这次宴会。不过您放心，我马上会处理的。老鼠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竟敢辱骂张先生是老鼠！顾爷爷，您这是……我和你很熟吗？你又敢上人送的狗屁花瓶吗？张先生，难道是六子？现在你真的是威风的很啊！张先生，小六子来晚了，罪该万死。张先生，小辈顾云深特来请罪。太爷爷，原来你真认识顾老爷子。拜见张先生，拜见张先生。不是你到底是谁？不是吧，太爷爷，原来咱们张家也是什么顶级豪门吗？那倒也不是。不过你太爷爷曾经确实灭了不少所谓的豪门。真的假的？混账！还不给张先生赔罪！张先生，小辈无知，冲撞了先生和小姐，我该死！我永远不识泰山。张先生，家门不幸，出此败类。小六子愿意奉上顾家全部资产，恳请张先生网开一面，留他一条狗命。天哪，这人到底什么身份？竟然能让云城4大纨绔之一的顾少低头認錯，更是獻出顧氏集團所有的資產。得罪了這樣的大人物，看來九州集團這次徹底完蛋了。顧老爺子，你是不是認錯人了啊？
他张家老一輩的只有一個叫張北玄的老東西，根本就毫無背景啊！就是啊，顧少，這個小白臉就是個窮鬼，並非你口中說的什麼張先生。我認錯人，認錯個屁！要不是因為投資你們什麼狗屁九州集團，我至於得罪張先生？我今天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你們陪葬。不好了，大小姐，集團已經被顾氏全面封杀，宣布破產，老爺子經受不住打擊，已經被送到醫院了。什麼？李家破產？這不可能，他張家根本就不是豪門。豪門，在張先生面前，也是让百姓百家，哪門哪户敢自稱豪門？张先生，60年過去了，我以老態龍鍾，您风华依舊，小六子真是愧对您臨別時的教誨。60年，太爺爺應該還是個孩子，怎麼可能是顧老爺子的老師呢？完了，難道顧老爺子真認錯人了？太爺爺，沒想到你也有靠臉吃飯那一天。死丫頭，你胡說什麼呢？你太爺爺什麼時候靠臉吃飯了？太爺爺，你裝的可真像。那顧老爺子估計是年紀大了，記不清了。不過既然要裝，咱們就一裝到底，千萬別露餡了。繼續保持你的高人風範。趕緊跪下，給小姐賠罪。她什麼時候原諒你？你再起來。還有你們這些啊，欺負小姐的，我顧家定讓你們百倍償還。冰原，其實事情不是你想的這樣的啊！對，是他，一切都是因為他，用李家的權勢逼迫我入贅，我實在沒有辦法。傅少杰，胡說什麼？冰原，今天本就是你我訂婚的日子，不如你我重歸於好如何？啊！傅少杰，你知道覆水难收嗎？從你打了我爺爺那一刻起，我們之間關係就恩斷義絕了。这是幼年失踪弟弟的玉佩，少杰他還活着。不好，少杰有危險！立刻通知云城，馬上清空地面所有交通，給我龍殿讓道。我要10分鐘趕到凌霄酒店。是。張冰遠，我雖然不知道你和這個小白臉用了什麼手段，能夠讓顧家對你們言聽計從的，但是我告訴你，3年的相處，你們張家的底細，我是一清二楚。你胡說！怎麼，心虛了？害怕了？謊言永遠會有暴露的一天，所以你最好別動我，否則的話，你的下場會比我更慘。太爺爺，要不什麼？跟這種人渣還廢什麼話？傅少杰，我是不是說過，敢欺負我孫女，我就讓你百倍償還？我讓你忘恩負義，讓你給我下毒，我讓你欺負我孫女！住手！住手！谁敢打我弟弟？龙殿女战神，弟弟。竟敢打我弟弟！今日我傅红英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你是？少杰，这是我們傅家的家傳玉佩，我是你親姐姐啊！傅家？難道是傳說中執掌龍殿的傅氏家族？那我父親豈不就是傳說中的龍帥傅北？沒錯，而你就是我們傅家一直在尋找的唯一繼承人。今日欺辱你的人，姐姐一定將他們千刀萬剮。龍殿，傅家，
我居然是龍殿少主！张宾宇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你肯定会后悔的。你现在看到了，我傅少杰才是实打實的豪門少主，整個雲城乃至整個大夏，我才是主角。天命在我，而你們不過就是我腳下的一塊墊腳石罷了。顧爺爺，龍殿勢力很大嗎？比起你們顧家又如何？龍殿是大夏的超然勢力之一，龍殿之主龙帥更是掌控一方的超然勢力，我顧家當然自愧不如。乖孙女儿，怕什麼呀？不就是龙殿吗？看把你吓的！你太爷爺一只腳给他們踩成蟲殿。太爺爺，你還是收斂點吧，人家龍殿還不一定認你呢。很好，敢打我弟弟，還敢挑釁龍殿，今日我一定讓你死得很慘。太爺小心！休要放肆！武道宗師，可惜了，跟我龍殿作对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放肆的六子，练了这麼多年還這水平，真給老子丟人！這怎麼可能？莫非還有隱藏的高手？看來此地不宜久留，還是先帶少傑安全離開為好。哼，今日暫且留你們一條狗命。3日之後，龍帥歸來，將在此設下少傑的認親宴。到時候你們若是能來負荊請罪，或許還能保全性命；若是不來，大夏也沒有你們的容身之地。好啊，重殿。小孩，你給我聽好了，我讓你再苟活2天之後，我把你的認親宴變成孤兒宴。哼，臭小子，你恐怕到現在都沒有搞清楚狀況吧？啊，更不知龍殿是何等的至高無上。一群井底之蛙，何曾抬頭見日？弟弟，我們走。哦，對了，我姐恐怕還沒有告訴你吧？這認親宴的入場券呢，至少得需要10個億。哼，像你們這種窮鬼來了也進不去，只配跪在門口當狗。哼，張先生如果對龍殿開戰，小六子願為馬前之卒，助先生一臂之力。行了，六子，以後管好自己的兒孫，下次我可就沒那麼客氣。太爺爺，你這戲演的可真棒，霸氣側漏的。咱們還是趕緊走吧，等他們發現都來不及了。哎，張先生，爺爺，就算張先生當年再強，可畢竟時過境遷，恐怕不是如今龍殿的對手。住口！你可知，雲城只是當年張先生的隱居之地，我們顧家只是他隨手提攜的下人罷了，上不了台面。什麼？爺爺，您是說，現在我們所知的只是張先生身份的冰山一角？沒錯，你趕緊回去閉門思過，我還要找機會繼續向張先生賠罪。沒想到這冰雨太爺爺的身份居然如此不同尋常，真是沒想到，傅少傑居然是龍殿少主，真是禍害1萬年。不過這下你跟太爺爺是真的談上麻煩了。那個龍殿在大夏權勢滔天，除了帝都的一些超然勢力之外，沒有人能與之抗衡。是啊，太爺爺，你別去那個什麼認親宴去送死了。放心吧，你太爺爺我從來不是個記仇的人，就喜歡斬草除根。太爺爺，咱們就放棄吧。那龍殿的認親宴光入場券就要10個億。實話跟你說吧，咱們家現在連10萬塊都掏不起，連大門都是進不去的。不就10個億嗎？你太爺我有的是錢。啊，這是當年在帝都小皇帝送我的幾套四合院的房契，還有萬畝良田的地契，應該能值不少錢吧？小皇帝？太爺爺，那小皇帝早就亡國了，這些房契也根本不具備法律效應。那
還有這些大額銀票，總能去錢莊換不少銀兩吧？這些銀票也是不會認的呀。我本來尋思着我還能當個什麼富三代的，這下看是徹底沒戲了。這小皇帝居然敢耍老，老子日後定刨了他祖墳！哎，老爺子，你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收藏？沒了，倒是還有一個我徒兒送我的大洋，但看上去也不像值錢的样子。太爺爺，咱们这仇也算是報了，就趕緊離開雲城吧。那龍殿看起來多嚇人啊！你太爺我有辦法。太爺爺，你這是又從哪裡進來的？剛才在醫院順手接的，本來想給你掙點零花錢，沒想到這麼快就派上用場了。太爺爺，你又不是醫生，亂接什麼選手啊？等等，膽敢結黨行騙者，殺無赦！太爺爺，你這接的是玩命的活啊！死丫頭，瞅你那點出息！你太爺我當年號稱妙手醫仙，可活死人肉百骨。走，先掙他一個小目標。哼，一個庸醫也敢來唐家行騙，真是找死！哎，小姐已經昏迷7日，恐怕是神仙難醫，可憐啊！太爺爺，咱們現在想跑還來得及嗎？好，我們能救唐小姐。初登寂灭，命数已尽。三爺，唐小姐她恐怕……不，明月，醒啊！不能讓爸爸白髮人送黑髮人吶！三爺，連江神醫都無力回天了，我看您老還是節哀順變吧。不，女兒沒死，既然江神醫救不了，就去找醫王、醫聖、醫神，一定要救活我女兒。說得好，唐小姐確實沒死。你們是？我叫張北玄，曾經也有人叫我張醫仙。依我看，唐小姐的病就和感冒發燒一樣，小事一樁。太爺爺，你瘋了！這人都死了，怎麼能說是小毛病呢？又來一個送死的庸醫，還敢冒充醫仙，真是可笑。哎，我說，你們這些庸醫還真以為我們唐家好騙不成？看來今天必須要給你們血的教訓。你他媽了個媽！還是不是了啊？不是，我和我孫女就走了，我孫女還要掙錢呢。太爺爺，你這哪是賺錢，分明是想要你孫女的命！那小子，你居然打老子，找死！住手！这位小友，你真的能讓我女兒起死回生？當然啊，不過現在嘛，得加錢。三爺，連我布下的七星燈都沒辦法救唐小姐的性命，這世上根本就沒有醫仙這一說，你可別被他給騙了。只要能救我女兒，別說10個億，就是我唐某人散盡家財又如何？不過，你若是騙我，那你們就留下來給我女兒陪葬。放心吧。就算閻王讓他死，我得給他2個耳朵。一會兒把錢打到我剛注冊的微信上。太爺爺，救人靠臉是不行的，你要靠醫術。唐三爺，如果我說我跟太爺爺是不小心闖進來的，你們信嗎？哼！小子，看來你是連逃命的機會都沒有了。唐小姐命數已盡，縱然醫仙也未必能救。那說明你是個庸醫，這點小病都治不好。放肆！江神醫雖然是富家贅婿，但是憑借一手醫術揚名天下，豈是你這種人可以相提並論？富家赘婿，沒錯，
我老婆乃是龙殿宇战神傅红英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滚开，让我来。晨曦归来。什么？啊！主灯亮了，难道明月有救了？三爷，这明显是我的七星灯起了疗效，跟这小子没有任何关系。谁摆的破灯在这碍事儿？放肆！小子，你可知道，正是我这七星灯才吊住了唐小姐最后一口气。放屁！就因为你这破灯影响了她的命数，现在想醒很容易。现在想要保住她的命，只能用点暴力的手段，驱散她体内的邪气。你愿意吗？请一仙前辈用尽全力救治我女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太爷爷，你疯了！太爷爷疯了！你当兄弟的事呢，拍拍就好了。完事儿，乖孙女，收钱。太爷爷，我们还是赶紧跑吧。也是，太爷爷乏了，回家。王八蛋，居然敢侮辱小姐！给我追，我要将他碎尸万段！哼，果然是骗子。三爷，依我看，还是赶紧将唐小姐入土为安吧。明月，怎么会这样？爸爸已经看到你活过来的希望了，爸爸都看到了呀。三爷，您节哀，我这就为唐小姐超度。明月，明月，你真的是明月啊！爸，你连我都不认识了。哎，小姐，你的脸。晨曦归来。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难道那人是传说中的一仙？爸，治疗我的那位一仙前輩呢？他在哪儿？一仙前輩已经走了。哦，快去追，一定要找到他们。我唐家必将千恩万謝。是。等等，若是找到那位一仙前辈，记得告訴他，碰了我唐明月的身子，我此生非他不嫁。是。哎呀，傻丫头，连钱都不拿，那可是10个亿呀！太爷爷等着用他去参加认亲宴呢。太爷爷，我求求你别乱来了，被抓住我们就死定了。咱们还是赶紧去找瑶瑶躲一躲吧。冰月，你带老爷子来汇丰楼吧。老爷子见多识廣，说不定还能在拍卖会上捡漏賺大錢呢。蘇剛，你來幹什麼？蘇瑤，家族最後通告，若是今天的拍賣會再失敗，你就要交出匯豐樓，去跟龍殿富家聯姻，為家族創造價值。不可能，今天的拍賣會必將驚動整個大夏。那好，我拭目以待。但願張北玄真的是世外高人。小姐，你讓我查的張北玄已經調查清楚，有什麼特別發現嗎？只能調查他在雲城的60年檔案，總體上平平無奇。不過，我們找到一張疑似他在匯豐樓前拍攝的老照片。這照片上的人確實是張北玄，但是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在100年前。什麼？Sir, if you want to enter Huifeng Building, please show a membership card. 他媽了個巴子的洋文！難道你們匯豐樓忘了當年被洋人洗劫一空的事？小子，老子說什麼還輪不到你來評價。
没有会员卡，就给老子滚吧！哼，那我今天要是非要进去，太爷爷，你千万别冲动，瑶瑶说马上就带我们进去。哟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，张冰远。哎，你不会和这个土包子想参加今天的皇家拍卖会吧？真是可笑。看好了，这个可是汇丰楼的会员卡，只有身价过亿的家族才有资格持有。张冰宇，原本以为你会找个富二代，可没想到却找了个智商不全的傻子。你不会不知道这汇丰楼会员卡的作用吧？看好了，这个才是汇丰楼的入场方式。看到了吗？这个便是身份的象征。不过，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本少可以发善心，可以带你们进去。不过，你们得从本少爷的胯子钻过去。傅少杰，你别太过分！要我说啊，能钻傅少的裤裆是你们的福气，要不然啊，就凭你们这些穷鬼，都进不了汇丰楼的门。谁说我没会员卡？谁说我没会员卡了？太爷爷，你什么时候有汇丰楼的会员卡了？太爷爷，你搞错了，这根本就不是的。胖又来超市，张冰宇，这不是你们家那个老不死的超市会员卡吗？怎么，你们要进去买菜啊？像你们这种普通人啊，永远都不会明白的。有些地方明明就在眼前，却一辈子都进不去。哎呀，小子，真当我们汇丰楼是菜市场啊？把他们给我打出去！我看谁敢！乖孙女，刷卡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牌面。太爷爷，你别胡闹了，这会员卡也不是随便就能刷的。张冰远，不如你就好好听听这个白痴的话吧。没准啊，叉余额，看看里边有几百块钱。是就是，谁怕谁啊？张冰宇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你我现在身份的差距。哎呀，依我看，今日他们连汇丰楼进不去，那3日后的认亲宴恐怕也同样进不去吧。哼，拿着你们的破卡都给老子滚吧！太爷爷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急什么？睁大你们狗眼给我看清楚！这是……这是……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会引动汇丰楼最高规格的9龙阴兵啊？我什么身份你还不配知道？太爷爷，你怎么做到的？陈经理，这个小子手里边拿的明明就是超市的会员卡，一定是用了什麼違規的手段，必須嚴懲啊！哼，差點被你們倆給蒙過去了，兩個不知死活的狗東西，居然敢騙到我們匯豐樓的頭上，通通給我抓起來！住手！蘇總，這兩個騙子啊！誰給你的權利隨便打人的？你現在立馬給我滾蛋！你被開除了！蘇總，我錯了，蘇總，蘇總。李瑤瑤，你終於來了，快帶我和太爺進去吧。老爺子，您快請進吧，手下人不知天高地厚，您多擔待。是啊，太爺爺，咱們快進去吧，拍賣會快要開始了。那您兩位先進去，我這邊還有點事兒，一會兒去找您。嗯。倒是忘了，蘇瑤這個賤人好像和匯豐樓有些關係，剛才一定是他搞的鬼。狐假虎威的終究會露餡的，一會兒看着吧。拍賣會，我玩死他！你聽說了嗎？這次拍賣的藏品啊，據說很多來自成都的皇宮，那價值啊都不可估量。可不是嘛！你們看，金圈古董協會會長李景龍都來參加這次拍賣，肯定有價值連城的寶貝。太爺爺，你
你以前真来过汇丰楼？当然了，这汇丰楼的门匾都是我親自题寫，只是這拍賣會這麼多年過去了，還是老樣子，一點沒變。太爺爺，你就別吹牛了，這匯豐樓都有100-200年的歷史了，那時候你還沒出生吧？各位來賓，歡迎來到匯豐樓今天的拍賣會。現在還是老規矩，請大家依次入場。太爺爺，我們還是趕緊找個地方坐下吧。張斌宇，以你的孤陋寡聞，恐怕還不知道吧？這兒最便宜的一個座位，至少也需要100萬。嘿，你們配坐嗎？多少？100萬？這座位這麼貴？張冰雨，別以為你靠着關係就能進來參與拍賣，要是沒錢啊，就趁早滾蛋，少在這丟人現眼了。太爺爺，卡裡也就剩2萬塊了，不然咱們還是站着拍賣吧。站着拍賣？你是要笑死我嗎？诸位，你们聽說過拍賣會站着拍賣的嗎？站着那是服務員。小姑娘，你要知道，最後一排都要100萬，最前面一排坐下就是1000萬，甚至天字1號桌，就算你有億萬身家，也沒資格坐。張邊遠，你看到了嗎？這就是我身為富家少主的權勢。這天字1號桌，全場能坐的人，也只有我。哎，少姐，我們正好缺一個端茶送水的丫鬟，我看她不就挺合適的嗎？哦，也是啊。嗨，張冰雨，你以前最擅長做的不就是做家務嗎？現在本少爺恩賜你一個機會，怎麼樣？太爺爺，我們還是走吧。乖孫女兒，別擔心，太爺爺我以前在匯豐樓一直有位置。那太爺爺，你以前來匯豐樓都是坐在哪裡？太爺爺我以前就坐在這兒。你小子，滾一邊去！滾一邊去！小子，這個位置你坐不住的，本少爺還會回來的。我去，这人什麼來頭？竟然敢得罪剛回歸的富家大少！他老爸可是龍殿之主，龍帥傅北呀！現在的年輕人呢，沒有一點敬畏之心。少傑，難道你要我眼睜睜看他們在這胡作非為嗎？俗話說，欲將之毀滅，必先讓其膨脹。這天字1號桌，想做可沒有那麼容易。太爺爺，你真不怕嗎？咱們這跟吃霸王菜有什麼區別？哎呀，你是我孫女兒，是這副熊樣子沒出息。哎，好孫女兒，一會兒看見什麼喜歡的就直說，太爺爺我都給你買下來。古玩交易千年規，撿漏打眼憑眼力。諸位，這第一批藏品是來自於前朝皇宮之中。這第一件藏品是一件殘次品，文龍瓷罐，起拍價10萬。國師，此乃何物？這是我精心煉製的乾坤罐，內有乾坤，可隔空取物。國師當真？收。這罐子不錯，乖孫女兒，拍下來。太爺爺，這東西再好，但我們也沒有錢拍啊。小子，你連10萬塊錢都拿不出來，配做天字1號桌嗎？真是可笑。50萬，100萬，1000萬。傅少，這個破罐子不是出自官窯，並且呢還是一個殘次品，頂多100萬，再多就賠本了。臭小子，你都做天字1號桌了，不會沒有膽子跟拍吧？太爺爺，你別衝動，他這是故意激你呢。開始倒計時，3、2，1個億，1個億，多少？太爺爺，我沒聽錯吧？你1個億？才1個億而已，都小錢。張先生真是大氣，1個億一次。不好意思啊，
我太爺爺他就是開個玩笑，不算數吧？不作數啊！張冰雨，你以為我們在這過家家嗎？匯豐樓舉牌無悔，我看你就是來鬧事的吧？臭小子，本少爺的東西你都敢搶，你配嗎？乖孫女兒，淡定，這才哪兒到哪兒啊？太爺爺，你知道1個億是什麼概念嗎？你孙女我打工10輩子也賺不完的。現在知道急了，小賤人！要我說呀，沒錢你就去賣，說不定傍上個大款，還真能給你1個億呢。你他媽的！再敢欺負我孫女一句，我燙爛你嘴！臭小子，我看你真是活膩了啊！那今天就讓你見識見识我的財力。2個億，这一個破罐子還2個億，我真是開了眼了。現在的年輕人吶，就會胡鬧，說話沒點輕重。5個億，今天你加多少，我奉陪到底。這是點天燈。我天哪！我記得匯豐樓上次點天燈還是100多年前，那是一個神秘的國師和當時的八王爺鬥燈。沒想到今天還能看到點天燈的奇觀呢。太爺爺，難道你以前真在這裡點過天燈？當時有一個小王爺和你太爺爺鬥燈，不過最後還是你太爺爺我略勝一籌。什麼？你個臭小子，真是膽大包天啊！居然敢點天燈，哼，真是不知者無畏呀！既然如此的話，那本少就成全你。本少的這張黑卡最高權限10個億，全押上。10個億，小子，你若是今日能拿出來10個億那個破罐子，就歸你。看到沒有啊？你們2個窮鬼，這是在拿自己的命挑戰少傑的零花錢。20億。20個億！太爺爺，這是真的要讓我去見太奶了呀！20億1次，20億2次，20億3次，成交！恭喜這位先生20億拍得此藏品。請問先生，您如何支付呢？太爺爺，難道你真有20億的私房錢？太爺爺，我當然是沒有了。小姐，剛得到消息，張一謙去匯豐樓參加拍賣會，立刻備車！我要親自去感謝張先生的救命之恩。是。沒錢你還敢點天燈啊？這下好了，都不需要本少爺出手，匯豐樓是絕對不會放過你們的。張冰雨，我看你呀，要被這小白臉給害死了。點天燈，他也配？張先生，你們當真沒有錢支付嗎？太爺爺既然說出口了，那這個賬我認，可以先打個欠條嗎？張冰雨，你是腦子進水了吧？還打欠條？20億的欠條，你憑什麼擔保呀？既然沒有錢的話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把他們2個給我拿下。這是傳說中的內力，難道老輩人說的大內高手真的有啊？乖孫女兒，你太爺我現在雖然是沒錢，不過一會兒啊，就會有人給咱們來送錢。小子，你做什麼白日夢？我告訴你，顧家現在正被龍殿全面制裁，自身難保了，是絕對不可能來給你送錢的。快，趕緊起來，把這個騙子給我抓住！住手！張先生的20億，我大唐商會出了。唐明月，姐夫不是說這個女人已經死了嗎？唐小姐，你們大唐商會是要和傅家作對，還是要与龍殿為敵呀？你是在教我做事吗？唐明月，你当真要帮着这個小白臉嗎？是又如何？我大唐商會何懼你們傅家？唐小姐，你的病真的好了？當然，這還要多謝張神醫的救命之恩。哎呀，我太爺他就是瞎胡治的，
還是唐小姐您吉人自有天相。哎呀，我原以为呢，他们已經夠愚蠢了，沒想到還能騙到一個傻白甜啊！就是啊，唐明月，你還真信這個小白臉的話呀？恐怕大唐商會很快也要倒台了吧？我相信張先生的眼光，這罐子的價值必然遠超20億。太爺爺，難道你早看出來這罐子是個寶貝了？當然了，這罐子內有乾坤，裡邊可藏着無價之寶。哦，是嗎？那不如我們就賭一賭這個罐子的價值。既然你這麼想給我乖孫女送錢，那我就滿足你。這樣吧，你若是贏了呢，這卡裡邊的10個億就歸你；但如果你輸了，就得給老子當狗，當看門狗。太爺爺，他這就是激將法，你千萬不要上當。乖孫女，放心吧，今天你太爺爺就讓他開開眼。一個破罐子，恐怕就是個夜壺吧。這20塊錢都沒人要，居然還有人花20個億，簡直就是愚蠢之極。唉，這底層人哪怕有點錢，也無法改變他們的愚昧。乖孫女，這破罐子就是你太爺爺我送你的第一份禮物。不要，太爺爺，是破玉罐好歹值一點錢，你千萬不要砸了它。是啊，年輕人，這個破罐子拍賣會已經檢查過了，裡邊不會有其他物件，你就死了這條心吧。你個白痴，做什麼白日夢啊？如果這個破罐子裡真有什麼好寶貝的話，他匯豐樓早就取走了，輪得到你來這兒撿嘍？沒錯，李先生作為京圈古董界的大拿督手，你們注定是白花了20億買了個破爛。這媽的，剛才廢話真多，給我看好了。乖孙女，這就是太爺爺送你的無價之寶。太爺爺，這枚玉璽很值錢嗎？張先生果然眼光非凡，這玉璽一看就不是凡品。難道這玉璽來歷非凡？那當然了，大夏幾千年了，多少人為了這塊玉璽爭得你死我活。我就不信了，你這個小白臉還能撿着什麼便宜啊？一群沒有見過世面的土包子，一塊破玉璽罷了。說不定啊，還是個贗品，肯定不值20個億。等等，張先生，我能不能看一下這個玉璽？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，這是傳國玉璽。什麼？傳國玉璽？我的天哪！這破罐子當中竟然藏着傳國玉璽！如果這是真的，別說20億，那就是100億、1000億，那都買不到啊！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。據說持有這傳國玉璽可以增加壽元，氣運加深，神妙無比。太爺爺。這是傳國玉璽？那當然了，當年你太爺爺親眼看見小皇帝把這玉璽放在這個破罐子，這還能有錯嗎？太爺爺，你別開玩笑了，你怎麼會認識什麼小皇帝呀？李先生，您可要看清楚了，這當真是傳國玉璽嗎？你在質疑我嗎？這傳國玉璽乃始皇帝採天外玉玉而制，本就極其罕見。尤其是這金鑲玉缺角，更是獨一無二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歷代得到傳國玉璽的君王都會在這上面篆刻留字，根本不可能仿製。乖孫女，這塊玉璽拿着，以後用來砸核桃應該是挺方便的。
核桃，這玉玺好像也不值錢呀。张小姐，這傳國玉玺，哪怕是租借到我大唐商會供奉，都得100億起步。100億！太爺爺，你运气也太好了吧！这一下咱们就发财了。小子，今天算你运气好，但可惜了，你可知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啊！没错，这传国玉玺在整个云城，就只有像少杰这等天之骄子才配拥有。你们还要不要脸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还想明抢不成？傅少，你是要和我大唐商会撕破脸吗？单凭你大唐商会，可拦不住我。乖乖的把传国玉玺交出来，要不然的话，今日你们恐怕走不出这个大门。是吗？好，那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龙殿的厉害！给我打！住手！傅少杰，这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傅少杰，这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瑶瑶，冰雨，你放心，今天有我。苏瑶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凭什么保得住的？因为我是汇丰楼的主人，在这儿我说的算。我宣布，张先生是我汇丰楼的首席顧問。傅少杰，你動不了他。瑶瑶，沒想到匯豐樓竟然是你的，你之前怎麼沒有告訴過我？冰雨，其實我一直都在逃婚，我不想暴露身份，所以沒告訴你，你可別怪我。瑶瑶，有你這樣的閨蜜，我開心還來不及呢。我和太爺以後就跟你混了。你可別這麼說，還得多謝謝老爺子今天派出傳國玉玺，否則我可能就守不住匯豐樓了。蘇瑤，你放肆，得罪了傅家，別說匯豐樓，整個蘇家都得跟着陪葬。蘇剛，今天的拍賣會很成功，匯豐樓依然是我的，輪不着你來說話。你，傅少，這只是蘇瑤的個人行為，和我蘇家無關。你叫蘇剛是吧？不錯，很識時務。以後我傅家將全力支持你為蘇家家主，怎麼樣？小子，等我鏟除了匯豐樓，我再慢慢找你算賬。哼，張冰雨，你和這個小白臉，終究就只是依附在別人門下的蛆蟲罷了。匯豐樓一倒，你們注定死路一條。放心，有我在，匯豐樓倒不了。是嗎？那咱們就走着瞧。小子，剛才賭輸的10億拿來。你行，就怕你有命拿，沒命花呀。廢話這麼多。瑤瑤，對不起，都怪我，連累你們匯豐樓也被龍殿針對。哎呀，沒事，我相信老爺子一定能幫我解決這幾個問題的。太爺爺，這是滄海那小子。小子，敢在我們的地盤上撿錢，交出來！住手！他們從哪兒冒出來的？少管閒事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！請先生收我為徒，這枚大洋就當是拜師禮。日後我杜滄海必定千倍萬倍的報答先生。杜滄海乃是當年名震一方的商業大，現在更是創立了強盛集團。他龍殿就算再強，也無法完全壓制強盛集團。他媽的包子！沒想到滄海那老小子，如今倒是有些長進了。太爺爺，原來你認識杜滄海老爺子，難怪之前顧爺爺這麼害怕你。若是我們能跟強盛集團達成合作，那龍殿自然也不能拿我們怎麼樣。這個好辦。乖孫女，這塊銀元拿着，定能把強盛集團買下來。太爺爺，我沒聽錯吧？
1塊銀元就想買下市值上萬億的強盛集团。放心吧，乖孙女儿，强盛集团做的都是一些小买卖，沧海那小子定能双手奉上。太爷爷年纪大了，先去补个觉啊。瑶瑶，这一枚大洋也就值个2、3千塊錢，就算太爷爺年輕時和都滄海老爺子有些交情，也不可能成功收購下強盛集團吧。不過為了好閨蜜你，如果強盛集團不同意，我就以死相逼。我的大小姐，你就放180個心吧。以老爺子的身份，杜滄海老爺子怕是高興還來不及呢。我們走吧。瑤瑤，咱還是別說收購強盛集團的事了吧，我怕說出來我們會被打死的。別怕，只要拿出來老爺子給你的大洋，我相信他們應該會給我們這個面子。應該？我看他們也不像是會開玩笑的。杜總，就是他們兩個一直想要見你。2位美女找我有何貴幹呢？沒聽說過小爺我不喜歡女人嗎？這位先生，你誤會了，我叫張冰雨，我太爺叫張北玄。其實我們今天來是想和您商談一下收購強盛集團的事兒。什麼？收購強盛集團？我看你們是吃了雄心豹子膽了吧？我告訴你們，要不是我爺爺今天來公司視察，小爺我不想惹事兒，要不然非把你們剁碎了餵狗。把他們給我丟出去！等等，瑤瑤，我就和你說了吧，我太爺就是一普通小老頭，怎麼可能有這麼大面子？你相信我，快點把你太爺給你的信物拿出來。就不信了，他們連老爺子的面子都不給。信物？杜少，我太爺說可以用這塊大洋收購下你們整個強盛集團。太爺爺，希望您不是用你孫女的命在吹牛啊！這是大洋是什麼？這是杜老董事長年輕時候使用的錢幣。瑤瑤，你確定這種文化程度的人會明白信物是啥意思嗎？杜先生，我其實沒有非要收購強盛集團的意思，我只求你們能跟我們匯豐樓達成一些商業合作。喲，哈哈，那看來他太爺爺可真是個手眼通天的大人物呀。那是自然，張先生的身份，就算杜老爺子來了也不敢怠慢。閉嘴！好大的膽子，敢來我們強盛集團詐騙是吧？杜先生，您誤會了，我們沒有想要騙您的意思。誤會個屁！來人，把他們都給我抓起來！杜長澤，我勸你最好現在就放了我們，要不然等他太爺爺來了，你們強盛集團就不復存在了。你現在就讓他過來，我保證啊，讓他跪着叫我爺爺。別說你們匯豐樓，就是大夏龍店來了，想收購我們強盛集團，同樣門兒都沒有。杜長澤，你給我看好了，他太爺爺叫張北玄，這是他太爺爺跟你爺爺的合照。還真是我爺爺。這下你總信了吧？還不快放了我們！是啊，杜少，不妨讓我們先見見杜老爺子，或許他們真的認識呢。弄了半天，原來你們倆竟然是想來殺害我爺爺的殺手，簡直是找死啊！杜長澤，你今天要是動冰雨一下，你們強盛集團就真的不復存在了。他太爺爺很有可能是世外仙人。還仙人？我認的仙人才是啊！仙人？什麼破大洋？髒了老子的手！爺爺。成。爺爺，我可不是故意要砸你的啊！你們兩個還愣着幹什麼呢？把這兩個刺客拉出去剁了餵狗！混賬東西，你活膩歪了吧？爺爺，你打我幹什麼呀？明明是這兩個毒婦拿了塊破大洋過來，其實就是想借機害你。害我？對啊，爺爺，你看，他們還偽造了和你合影的照片，你看，這是張先生。杜老，是我太爺爺讓我拿這枚硬幣來拜訪您的，沒想到引起了這樣的誤會。你太爺爺是？我太爺爺叫張北玄。杜老，
您認識他嗎？張北玄，壞了！要是先生他老人家那暴脾氣，得知我孫子欺負他的孫女，還撕了和他的合影，這爺爺，你可別信他們倆說的話。你看，這就是他們安排你的兇器。兇器？對。什麼兇器？分明就是玩具。你看我有事嗎？再說了，你到底是誰？誰是你爺爺？爺爺，你這是……老爺爺，你流血了。沒事的，老頭子我年紀大了，血壓有點高，適當的放血可以有益身體健康啊。杜老，真的是我太爷让我來找您的，没想到引起了這樣的誤會。沒事，你們先回去吧。今天的事兒當沒發生過，記住，我也從來沒來過，什麼也沒看到。那我們就恭候老爺子大駕光臨了。这杜老好像有點不正常，咱們還是趕緊走吧。爺爺，這幹什麼呀？難不成你還真認了太爺爺？沒事兒，我今天過來視察工作，發現你的工作進步很大呀。哎，爺爺，你終於發現我的優秀了。承泽呀，我年紀大了，馬上就要退休了。以後啊，我會把強盛集團交給你，出了什麼事兒，你可得擔着。放心吧，爺爺，放心吧，強盛集團我一定讓它發揚光大。傻孩子，若是先生怪罪，爺爺只能拿你頂雷了。太爷爺，我覺得那杜老爺子精神好像有些問題，我估計強盛集團不會答應你的要求，更不會出席今天的發布會了。放心吧，有太爺爺在，沧海那小子就算是爬，也得給老子爬過。從今天起，我匯豐樓宣布將和強盛集團達成合作，共同發展。天哪！如果匯豐樓和強盛集團真的合作，那匯豐樓將成為雲城第一大勢力，估值恐怕能突破萬億大關。聽說最近龍店一直在打壓匯豐樓，若是有強盛集團的撐腰，匯豐樓就可以絕地翻盤啊！真是笑話！我可聽說了，你們進了強盛集團，不僅沒有達成合作，而且還得罪了顧老爺子，被趕出來了。張冰雨，看見了吧？你所謂的靠山馬上就在富少面前倒台了，到時候你可就死定了。你胡說！杜老先生說過，今天一定会到现场的发布会的。是嗎？張冰雨，那你接下來是不是要說強盛集團已經被你收購了？真是可笑。是又怎麼樣？信不信我一句話就能收購強盛集團？誰說敢收購強盛集團啊？竟然是強盛集团的大少爺杜成宇親自來了，不過看樣子不像是來合作的呀。據說此人是雲城第一狠人，曾經一個人幹翻了整個幫派，出了名的心狠手辣呀。小子，你還沒資格跟我談條件，叫你爺爺杜滄海滾出來見我，否則強盛集團也沒有存在。放肆！我爺爺的名諱也是你能叫的？小子，你信不信我一句話就會讓你死無葬身之地？老夫不過是凡夫俗子，但倘若你們想死，我不介意再多殺幾個。真的很有趣，在雲城已經很久沒人敢這樣跟我說話了。我很好奇，究竟是誰給你的膽量？你信不信我3個數就能讓匯豐樓徹底關門？你試試。3。杜尚，威武！小子，你看到了，在真正的权势面前，你就是個屁。不過嚇跑些阿猫阿狗，你們眼界也太小了。小子，我忍你很久了，還敢對我爺爺不敬？我告訴你，今天匯豐樓的門關定了，我說的。慢着！爺爺，你怎麼來了？這小子就是用1塊大洋要收購我們強盛集團的白痴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狠狠地教訓他。强盛集團什麼時候輪到你這個晚輩當家做主了？要除杜滄海，拜見張先生。先生，家門不幸，我不知道這個畜生竟然瞞着我，如此怠慢了小姐，徒弟我萬死難辭其咎啊！先生，爺爺，你是不是搞錯了？他一個20多歲的臭小子，怎麼可能是你師父呀？而且你不是你這個臭手，知道你如此的頑固，我就應該清理門戶了。你這個畜生！
放屁话！行了，别打了。你小子心里打什么鬼主意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在这演戏。先生圣明，徒弟对您的爱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犹如黄河决堤一发而不可收啊！沧海啊，跪下！老祖求你办件事，把你的强盛集团交给苏瑶打理如何？太爷爷，哪有你这样求人的呀？既然先生有令，徒弟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跪下来，拜见先生和小姐，快点！拜见先生，拜见张小姐。杜老爷子，您可要看清楚了，这小子根本毫无背景，您一定是看错了。对先生不敬，小心我扒了你的舌头！放肆！傅少可是龙殿未来的主人，你若是敢伤他，龙帅归来就是你的死期！闭嘴！你再敢对先生不敬，我让你彻底消失！别说是傅家，就算是整个龙殿得罪了先生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我算是看明白了。什么张先生都是狗屁，这只不过就是你们这些家族联合起来对抗我们傅家的一个噱头。完了，难道太爷爷这是被人当枪使了？不过，老子告訴你們，我龍殿傅家勢必吞併整個雲城，君臨大夏。沒錯，告訴你，3日之後，不僅龍帥歸來，為少傑舉辦認親宴，更是有天師府的老天師親自收少傑為徒。天師下山，難道是天師府的張靈師？沒錯，正是張老天師。我父親特意求得老天師收我為徒，所以你最好現在給我跪下，否則的話，晚了可就沒機會。想不到靈山這小子收你為徒，等他來了，你信不信我打爛他的屁股？你放肆！敢對老天師不敬，你還真是無法無天了你！太爺爺，你收斂些吧，那老天師可是傳說中的神仙人物，你說不定說壞話，人家都能聽到呢。等着吧，到時候本少爺會把你們一個個的全都弄死。想走？你3番5次欺負我孫女，今天斷你一臂，就算給你點教訓。臭小子，你敢！滄海啊，你和小六子真是一個東西，自己做出點生意就縱容兒孫胡作非為，對嗎？師父教訓的是滄海知錯了。杜大超，先生有何吩咐？滾！啊，完了，沒救了！太爺爺真是把自己當大佬了。對了，瑤瑤，能不能請你幫我一個忙？怎麼了，冰雨？你說，你有求我必答。明日的認親宴實在太過兇險了，我不想讓太爺爺冒險。咱們今晚一起把他灌醉，讓他參加不了認親宴，好不好呀？灌醉？小丫頭今天真不錯啊！太爺爺，多虧了你，才能讓瑤瑤重新掌管匯豐樓，我們也算沾了光了。今晚咱們多喝幾杯。就是不知道老爺子您酒量如何呀？是啊，太爺爺，你不會不能喝吧？屁！太爺爺那是千杯不醉，號稱太白酒仙。來，來一個。大兄弟，這次認親宴你就給我看好了。咱龍殿要是敢護着傅少傑，我就踏了他的龍殿；而天師府要是護着傅少傑，我就滅了天師府。媽了個巴子！給我念！滅了天師府！他媽了個巴子的，滅了天師府！太爺爺，你真厲害！你倆可真不愧是爺孫倆，都是一杯倒。想當年你太爺爺我那是神州陸沉，我是一劍渡東海，劍斬東瀛龍脈，才能換得大夏的萬世太平，更是被天師府稱為祖師爺。劍，來！張賓宇和張北玄這兩個賤人，真是處處與我作對，與整個傅家為敵。放心吧，傑少，明日龍帥歸來，他們只有死路一條。
斩龍剑，难道父親的修為又突破了？若真是如此，這天下除了天師府的張天師，恐怕龍帥再無敵手。等父親歸來，我定會在這認親宴上將那個張北玄給碎屍萬段。飞剑，老爺子你果然是長生仙人，我早該想到，你能起死回生，早就已經超凡脱俗了呀。剑斩荷花了一更别我，二更轮回。乖孙女儿，今天太爷我高兴，给你上个才艺。啊，你看看什么叫做一剑開天門。你快收了神通吧。也罢，乏了，睡。妈的，谁把你闺蜜塞我床上来了？冰雨，早上好。你简直是禽兽啊！你这样对得起我太奶吗？你别给我胡說八道啊！我清清白白的我。瑶瑶，我讓你把我太爺灌醉，是讓他別到人家認親宴上，你才能直接把他給睡了呀。你個死丫頭，你敢算計你太爺爺啊？我告訴你，認親宴我去定了。傅少傑一定早有準備，集結了無數高手，還有傳說中的天師，你一定不是對手。刀在手，跟我走。少傑的認親宴馬上就要開始了，10分鐘之內趕到雲城。是，龍帥。此番受龍帥之約，下山赴宴收徒，爾等要好生看守山門。謹遵師命。這就是傅家失蹤多年的少主嗎？據說今日不僅龍帥歸來，更是引了天師下山，親自收傅少傑為徒。天哪！身為龍帥之子，如今要被天師收徒，整個大夏何人能有如此殊榮啊？諸位，今日乃我傅家大喜之日，我失蹤多年的弟弟終於回歸家族，此乃第一喜。這第二喜乃是我的弟弟將正式接管龍殿，成為龍殿新一代少主。拜見少主。少傑，快取下斬龍劍，你便是新一代龍殿繼承人。傳說斬龍劍乃100年前仙人所留飛劍，若是能手持斬龍劍，少傑，整個大夏都將以你為尊。我終於等到這一天了，仙人之劍，君臨天下。傅少傑，別急着認親呀，太爺爺我來了。沒想到你們還真的敢上門送死。張冰雨，你來了也好，正好見證一下自己究竟錯過了多麼優秀的人。可惜這個世界上沒有後悔藥。就憑他這種低賤的身份，也配進我傅家的大門，下輩子都不可能。像他這種忘恩負義的人渣，我張冰雨不稀罕。乖孫女說得好，什麼他娘的狗屁傅家，你太爺爺我今天讓他們沒錢。放肆！敢不把我傅家放在眼裡，今日我讓你們走不出這扇門。張冰雨，我實在搞不明白，到底是誰給你們這個小白臉的勇氣，敢到這裡來鬧事？他太爺爺站在這，就是他最大的底氣。太爺爺，你以為靠着坑蒙拐騙，有點錢進了這個大門就了不起了嗎？啊！我告訴你，進了這個門，就你騙來的那點錢啊，廢紙。在這兒，大家拼的可是權勢，是你這種泥腿子這輩子都無法擁有的東西，你明白嗎？沒錯，張冰雨，即便穿上再貴的衣服，也依舊無法掩蓋你骨子裡的下賤。從今日起，
整個雲城乃至整個大夏都再無你們容身之地，還不跪下！跪下！就凭你們区區富家，死到临頭還不自知，你真以為自己很能打嗎？實話告訴你，你在龍殿的實力面前不堪一擊。小丫頭片子，你似乎没明白，老子不是針對你，我是說你們龍殿在座的都是。你找死！少和我动手，你沒那個資格。大唐商會，汇豐楼，长生集团，陆氏家族，拜见张先生。太爷爷，你可真是个影帝，演的连4大家族都相信你是那位张先生了。什么演戏呀，四丫头，你太爷爷还需要冒充別人吗？難怪你這個小白臉如此的囂張，原來你的背後是有4大家族做靠山。傅少傑，別以為你是龍殿少主就覺得自己了不起。我告訴你，在張先生面前，我面前這些人都不夠看的。4大家族在雲城或許有些實力，但是在我傅家，在龍殿面前，不過是稍微大點的螞蟻，更大不起來。一群老弱病殘，你們是選擇跪下來臣服，還是負隅頑抗？本少今天就給你們一個選擇，怎麼樣？叔兄，沒想到此生還有機會為張先生一戰，此已足矣。此生能夠為先生而戰，是徒弟的榮幸。好，很好，那本少今天就把你們的腿都打斷了，讓你們這輩子站都站不起。你們區區2個老掉牙的武道宗師，還妄想和龍殿抗衡，何其可笑！張冰旅，等解決掉4大家族，我會好好讓你認清現實，慢折磨。姐，不必留手，今日我要讓他們徹底的絕望。投降吧，龍殿不是你們能抵抗的。媽了個巴子，這點人都打不過，真丟人！乖小女兒，把這酒給這2小子灌進去。太爺爺，現在都什麼時候了，你還想着喝酒呢？依我說，這送行酒不要着急喝嘛，等待會兒我把你們全部都弄死，我在你們的墳頭上道個告，還愣着幹嘛呀？快去！感謝先生賜酒。好酒！臭小子，你到底給他們喝了什麼啊？一口酒居然讓他們突破了武道宗師！冰雨，我早就跟你說過，你太爺爺非同小可，這世上沒有人是他的對手。太爺爺，難道你真是傳說中的世外高人？太爺爺只知道，這世上早就沒了對手。太爺爺，你又沒喝酒，說什麼胡話？臭小子，你別以為靠着這2個老東西臨陣突破，你就可以高枕無憂了。龍殿將士聽令，讓他們看看我龍殿的底蘊。小子，現在外邊有上萬名龍殿宗師，光憑這2個老東西可攔不住。好一個傅家，好一個龍殿，身為大夏的守護者，卻向弱者揮出屠刀。這個世界本就弱肉強食，你1沒權勢，2沒背景，就理應給我低頭，給我跪下當狗。那你可知道天日昭昭，人的憤怒也能引起天怒。違法，結起！不好了，少主，外面的兄弟全部被雷電擊中，喪失戰鬥能力。什麼？傅少傑，你還有什麼仰仗儘管使出。今天老子讓你死個明白！臭小子，告訴我你到底幹了什麼？這怎麼可能？殿上萬名宗師，怎麼可能一朝覆滅？傅少傑，我是不是說過，今天的宴會就是我的終結？怎麼？你還想殺我嗎？啊！我告訴你，我可是龍帥之子，在這個大夏，沒有人敢動我。好一個龍帥！阿若，
宋公一起歸西，讓你们一家整整齊齊的上路。谁敢傷我兒？敢傷我兒，小子！你若自絕當場，我可留你個全屍；如若不然，我把你們班門抄斬。就你小子叫龙帥，怎麼現在終於知道怕了？父親就是這個小子，大鬧認親宴，絲毫不把咱們龍殿放在眼裡。龍帥，你的兒子背信棄義，理應受罰。沒錯，龍帥，你若能夠親自懲戒此子，興許先生會寬恕龍殿。我兒子什麼時候輪到你們來教訓？劍氣，你竟然突破了武道巔峰，修成武聖。武聖又如何？依然不是先生的一合之敵。好啊，本帥的斬龍劍，好長時間沒有見過血了。斬龍劍不過是我當年不用的一把棄劍，你們龍殿還當成寶貝一樣供着。可惜了，你練的是武，我修的是仙。这不可能！剑惡成魔，今日我断剑。什么？父亲，太爷爷，他的剑怎么爆炸了？该死，这斩龙剑怎么突然失主了？小子，今天算你运气好啊！我看你们还真是不到黄河心死。好，那老子就送你最后一招。我被斩龙剑所伤，不是你的对手。可是天师府天师馬上就要收少傑為徒了，我看你們怎麼能動呢？沒錯，天師馬上就要收我為徒了，而你今日殺不了我。老爺子，那位老天師據說修為上百年，修行頗深，我們恐怕還是小心行事吧。是啊，太爺爺，他們畢竟是名門正派，你就算有點小本事，但是畢竟也是一個散修，咱們還是趕緊跑吧。哎呦，你個小丫頭片子，就會長別人志氣，滅你太爺威風是不是？你讓那個老天師滾下來，看你太爺爺不把他打得滿地找牙呀！天師下山，拜祖收徒。就你這種敗類，還想拜師，我可不答應。哼，臭小子，別以為你會點旁門左道就可以自視身高了。我告訴你，在天師面前，玩的都是螻蟻，是嗎？你們給我睜大眼睛看清楚，到底是誰？天地無極，萬流歸仙。你是太爺爺，原來你和天師府祖師爺長這麼像，難怪他們如此敬重你。冰雨，你還沒明白嗎？你太爺爺就是傳說中的那位絕世仙人。我不信，太爺爺要是絕世仙人的話，那我還是七仙女呢。哎呀，你個死丫頭，就會拆你太爺爺的台，對吧？簡直就是荒謬！就算你有幾分實力，也不可能是天師府的祖師爺。沒錯，少傑，快拜了祖師爺畫像，你就是天師府的弟子了。當今天師靈山真人的忽悠，看誰敢再動你分毫！既然你們這麼想給我磕頭，那還不跪下？想要成為天師府弟子，需要對着祖師爺畫像3叩9拜。若是得到祖師爺認可，將會獲得天官賜福，從此百無禁忌。祖師爺在上，我傅少傑願入天師府。看在你磕頭的份上，那就給你點福氣吧。天官賜福，我得到了祖師爺的認可。太爺，快跑！一旦他成為天師府弟子，就是至高無上的存在，到時候我們想跑都來不及了。哎呀，傻丫頭，他恐怕沒命了。少傑，你的手！小子，你竟敢阻撓天師收徒，你就是有10條命也保不了你。天師又如何？見了我也得跪着說話。放肆！你敢對天師爺這麼說話，分明是不把天師爺放在眼裡。你們所謂的天師，不過就是當年給我泡茶的一個童子，也配讓我給他面子？秦大要收的弟子，何人敢動？
天師在上，此子不僅假冒祖師爺，還阻撓您的收徒大典，實在罪該萬死啊！弟子傅少傑拜見師尊。好徒兒，起來吧，讓我看看究竟是何人膽敢。我這是入夢了吧？竟然見到師傅的老人家！不，等等，這不是夢，你真是……林山啊，出息了！收了一個欺負我尊女的徒弟，你做的真好。我欺負他又如何？我有張天師在，你又能奈我何？我讓你收徒，我讓你收徒，我讓你收徒，让你收徒，让你收徒，让你收徒。瑶瑶，我沒看錯吧？太爺在毆打天師，難道他真是天師府祖師爺？仙人，我們竟然得罪了仙人！這不可能啊！對，這騙人的一定是你，裝神弄鬼的在騙人！我告訴你啊，你別過來！怎麼着？現在怕了？你忘了，但我記得冰玉為你付出了多少？太爺爺，你說少傑會不會對我好一輩子？你這是？太爺爺，我這是準備嫁妝呢，以後我結婚了，一定會讓你過上好日子的。我真的錯了吧，冰玉？我真的錯了嗎？傅少傑，你錯沒錯，已經跟我沒有任何關係了。冰玉，我欠你的，我會還。可是我就算是死，我也不會後悔的。我傅少傑生當為人傑，死亦為鬼雄。少傑，太爺爺，讓一切都結束吧。好。太爺爺，你竟然是傳說中的長生仙人，能不能給我講講你以前的故事啊？好，乖孫女兒，太爺爺帶你離開雲城，去太爺爺曾經闖蕩的帝都看看。我也要去，我也去。啊！乖孫女兒啊，好像要下雨了，我得回去收衣服。哎